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胡聊胡適、胡志、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可以說是胡適又遭遇了黑色星期五昨天胡適才創這個10年新高滬指，對吧？今天就來了一個黑色星期五，關鍵尾盤還跳水。11月14號 A 股三大指數集體回調，截至收盤，滬指跌0.97%，深成指跌1.93%，創業板指數跌2.82%，滬深兩市成交額1.9萬億，較昨日縮量1000億又跌到2萬億以下了一共是3300只股票下跌，不到2000只股票上漲，跌多漲少這個昨天剛給金融消費者發顆糖，今天把糖收走了，而且還給了一耳光，就這麼個感覺4000年这個收費站又開始收費了，昨天是節假日，這個高速免費通行，今天要加倍收回來。這個指數就在4000年來回過，一來一回，一上一下，對吧？指數沒啥變化，但是金融消費者的這個錢包越來越瘪有這個網友說不行就4000年下面待着吧，別來回這麼折騰了。確實這個交不起過路費別漲了，越漲虧的越多。實際上這個周五不光是咱們胡適，全球市場都是一片慘淡。這一回胡適沒有展現出自己這個叫什麼任澤平老師說的東升西降流，全球股市都遭到了拋售。主要原因一個是美聯儲降息前景模糊不清，現在有美聯儲那意思好像12月份不一定降息。美國的經濟關鍵數據似乎也不太美妙再加上最近這個 AI 泡沫要破裂，這個聲音四起，對吧？各個機構各個媒体都在說這個 AI 泡沫，不光是这個 AI 在資本市場有泡沫，它已經影響到硅谷了。據說有很多工程師也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美國的由於 AI 的應用有很多地方開始裁員，節約下來費用，準備投入到算力、人工智能。資本似乎隱隱約約的嗅到一些風險，再加上什麼軟銀對吧？什麼巴菲特還有什麼大摩是吧？都在紛紛減倉減持這些科技股。一時間科技股上面的這個烏雲籠罩，黑雲壓城，陳日催資金避險情緒升溫。美股昨晚全線暴跌，日經指數走低，韓國綜合指數跌幅3.8%。所以說胡適的這些科技股、創業板、科創板也跟着一起下跌，這是正常情況人家真的科技股都在下跌，你假科技股難道還能走出獨立行情？還真的能沙灘上蓋高樓？當然了，這個胡適的這個下跌跟有些傳聞也有關係。昨天彭博社有一個謠言遙遙領先的預言關於成長的。本來這個像這種謠言也很正常，但是你一闢謠，結果這個事情就說不清了。造謠一張嘴嘛，闢謠跑斷腿，對吧？你要不理呢，過2天的這個謠言自然就沒了。但是你要一認真一對待，這謠言搞得好像是有鼻子有眼，因為你破防了，你當真了，你認真了，這玩意就是誰認真誰輸。什麼謠言大家自己去想財聯社昨天有個報道說證監會主席訪問法國、巴西金融監管部門，並與國際機構投資代表座談。財聯社11月13日電，當地時間2025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國證監會主席訪問法國巴黎和巴黎里約熱內盧，與法國金融市場監管局主席巴貝特·拉亞尼女士和巴西證監會主席盧博先生分別舉行雙邊會談。這個新聞平淡無奇沒啥意思。但是11月10日去訪問的，13日發了個新聞，配了個圖片，給人感覺好像這個有點怪怪的具體發生了什麼事情咱也不知道，咱這個頻道也不是打聽小道消息的。但是我們通過這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我在以前也說過村長這個活是得罪人的活，一頭是金融消費者，一頭是權貴镰刀，對吧？既要保障镰刀的權益、镰刀的利益，又要不能讓這個金融消費者感覺到太疼，這活不好幹了，对吧？你看前面那麼多村長、副村長，安全下來的不多很多人都已經進去了。就是你不管做什麼你總會得罪这個叫既得利益者。
那這個既得利益者裡面就有這個，對吧？背景深厚的，靠山更大的，你村長你搬不动啊，你的改革，对吧？你要得罪了他们，那你恐怕阻力也很大。你上一任村长谁也不得罪，对吧？就瘋狂的放水，就是那个批啊，就是善事啊，那后面多少权贵啊上来割韭菜的，不拦着。当然了，他也是个极端啊，他这个就得罪了这個金融消費者，所以那個證券專家這個劉繼鵬動不動都要說啊，那你這個新的村長啊，似乎這個叫嚴監管，對吧？然後這個嚴把 IPO 關，什麼意思啊？那就是對吧？你這背景小的就不讓你過了唄。那這個本來人家的像這都是有計劃的啊，人很多人都是很多權貴都是突擊入股啊，對吧？入了之後 IPO 一上，然後翻個幾倍，人家就對吧？割完韭菜就走了，結果你把人家財路給斷了，那好多人都已經投進去了，出不來，怎麼弄啊？還有啊，還有很多這個對吧？要退市，我說了每一個對吧？上市公司背後都有一個神仙，你整那麼多人退市，保不齊就得罪了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這個舉報信像雪片一樣的飛向了，對吧？各種這個紀委監委上級部門。本任村長啊，別的不說啊，確實這個比以前的村長要稍微對這個金融消費者要重視一些，主要表現在這個對鐮刀的態度上面。但是本質上是換湯不換藥，對吧？以前村長那是3天一大割，2天一小割，對吧？什麼鐮刀都放進來。現在呢，只是管得嚴一點，對吧？就是你割好歹有點規律，割完之後好歹回點血，對吧？就是發什麼，就是這個分紅啊、高股息啊等等。然後你做的太過分的，對吧？你這個明目張膽，你就是你割韭菜的吧？你好歹遮着點、掩着點，不顧吃相不行，對吧？你要講究點吃相，哎，就你顯得好一點嘛。實際上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啊，這就是我不看好的原因啊，對吧？你權力沒關進籠子裡面，他哪能解決這個問題啊？如何能做到既不得罪既得利益者、權貴，又能糊弄，對吧？這個忽悠這個金融消費者，讓金融消費者說他是個好村長，哎，這個人恐怕能幹的時間長一點，能這個安全的到任。你太靠向鐮刀了，太偏向既得利益者，那你就得罪了金融消費者，哎，他們天天在網上就是唧唧歪歪的，哎，你要真的全部倒向啊金融消費者，你就把這個既得利益者這些權貴得罪光了，那你也幹不長啊，對吧？村長就得換，知道什麼叫換湯不換藥嗎？你看啊，也有媒體報道啊，這個可不是咱這個胡編亂造啊，你看這個叫什麼？證監會第11屆發行審核委員會委員楊雄處於失聯狀態，怎麼還失聯了呢？知道發審委是幹什麼的吧？發審委委員呢，就是投你一票，那你就是 IPO 就過關了。一般9個人吧投票，9個委員投票，好像是這樣啊。發行審核委員會由證監會設立，但其以投票方式形成的股票發行審核意見具有極強的獨立性，證監會需依據發審委的審核結論做出最終審核決定。這個發審委的委員他有一個庫啊，就是比如本屆發審委是9個人，這9個人從哪兒來的呢？那又有一個一個大的這個叫專家庫啊，你知道吧？就從裡面抽出9個人出來了，這9個人這一屆發審委就你們這9個人，然後你這9個人就開始，然後下一屆又得換啊，這發審委委員到屆就得換啊。那其中啊，第10屆、第11屆發審委委員楊雄現在失聯了，大家都知道，你說你那一票決定了這個企業，也就是決定了這個老闆能不能上市割韭菜，能不能實現財富自由，能不能對吧，讓那個權貴全身而退。所以這個發審委是不是就是權力最大？是不是旋轉門重災區啊？9個發審委你只要搞定5個，比如與楊雄私交啊甚密，曾為證監會發審委5朝元老，上個月剛剛被帶走接受調查。郭旭東曾於2019年下半年裸辭，加盟民營資本大鱷湖北當代系。郭旭東駕臨當代資本是受到彼時天風證券原董事長徐磊邀約，徐磊曾執掌天風證券18年，2008年兼任了12年總裁，直到當代系爆雷，天風證券被湖北國資委接盤，也由此交易。今年2月之後，徐磊失聯。你說說發審委這些人現在失聯了怎麼辦呢？說明啥？不過好消息還是來了啊！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啊！根據權威數據統計啊，今年以來 A 股市場漲勢如虹，3大指數漲幅均超20%，A 股個人投資者持股佔比約33%，這意味着個人投資者市值淨增7.75萬億元。按目前2.5億股民來算，今年股民人均淨賺3.1萬元。如果你賺的錢沒有到3.1萬元，那你就拖了後腿了啊！人均是賺3.1萬，這是好消息啊。但是另一個不好的消息又來了啊！北京商報報道啊，壞消息，好消息總是伴
伴隨着壞消息啊。據南京新聞報道，近日土右旗盟银村鎮銀行在公告中明確表示，取消5年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南京新聞注意到，近期对存款利率进行調整的普遍是中小銀行，包括蘇山銀行、中關村銀行、華瑞銀行、新安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已下架5年期定期存款，其中中關村銀行3年、5年期中長期定存僅限存量自動存續，已經不接受新增資金進入。什麼意思啊？就是很多中小銀行已經開始不接受新的3年期、5年期的這存款了。你說我想存個3年期的，對不起，沒了，不讓存了。而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中3年期、5年期定存普遍還是存在。南京新聞記者走訪了幾家大行網點，工作人員表示，中長期大額存單產品停售已久，目前暫未接到下一期開售通知。也就是大行你去問你想存5年中長期的大額存单產品現在沒有，什麼意思啊？說來說去就銀行已經不希望你去存錢了，5年的你就別想，3年的他也不提倡，就不讓你去存錢。說明什麼？银行都覺得錢燙手啊，你把錢給他没法處理，然後给你利息，说明銀行都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他不要你的钱了，你自己找投資渠道去吧。但銀行把儲戶往出趕的時候，說明存款居然变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渠道啊！這以後你的托關係才能存款了。按照網友總結的規律越是不讓你存款，那你就越得存，準沒錯，對吧？越是不讓你買房限購，你越找關係買，那就對了。越是對吧，解開限購不限購了，提倡鼓勵你買，你越不能買。你看，這都是網友總結的嗎？似乎是那麼回事啊。我們再看看這個外資機構怎麼看待胡適啊？花旗 CEO 稱，中國業務快速增長，投資者對中國興趣濃厚。花旗集團 CEO 簡·弗雷澤表示，投資者和企業對全球第2大經濟體再度興趣濃厚，花旗在中國的業務正快速增長。我們看到有大量興趣，許多投資者和企業來到中國，想了解這裡的情況。同時，中國企業和投資者現在也更加關注海外市場。弗雷澤表示這確實讓人感到這裡發生了巨大轉變，很振奮人心。他表示，花旗重點服務尋求海外擴張的中國企業以及有跨境需求的客戶，這些客戶群體非常活躍。不知道這個花旗是不是模擬盤在增長？還有這個摩根大通這個摩根大通也是說一套做一套摩根大通清倉理想。近日，摩根大通提交2025年第3季度美股 13F 持倉文件，其持倉情況曝光，对魏小李美股都進行了減持，其中對理想的減持幾乎接近清倉，減持了 39.56 萬股，佔比高達 98.8%。 就那麼看不上理想是嗎？對咱們的新能源企業都進行了減持，當面說中國資產好，中國的科技股，背後在減持這就是這個摩根大通這說一套做一套我們再看這個同花順有個報道說九陽股份漲停。九陽股份11月13號，這個九陽股份它就是個賣小家電的什麼豆漿機一大堆的。這個股票就今年這個牛市它也就1次漲停，結果這個據說連着來2漲停，莫名其妙好好的為啥2漲停呢？是不是又是準備做這個芯片，還是進軍算力股？都不是原來是有個叫九陽豆業的這麼個公司那一聽这名字的就是賣豆漿的。他借這個網絡熱梗哈基米，大概就是蜂蜜的意思，日語然後就這個跟寵物貓咪跟這相關。然後這個九陽豆業他就趁着這個網絡熱梗哈基米，他推出了綠豆豆浆飲品叫哈基米。這個因為这個正好趕上這個風口嘛，這是網絡熱梗所以該產品上線3天銷量突破113萬單，預售需等待30到40天。但你想買這東西還得預售跟某些品牌的那個手機和那個汽車是一樣的預售形成現象級營銷。就跟那個前2天的是叫什麼奶皮子糖葫蘆一樣結果這個金融消費者就發現新大陸了，他們蜂擁而入九陽股份，認為找到了新的題材這個九陽股份就拉了2個漲停。今天人家九陽股份闢謠了，說這個哈基米跟他們沒關係，他們沒有什麼哈基米業務。這個九陽豆業以前是九陽股份的子公司，後
後來這個九陽股份把它賣掉了，早就處理掉了，因為這是累赘啊，拖累了業績啊。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這些這個金融消費者啊，就是哪是在炒股啊，哪是在投資啊，他就是拿錢玩，在裡面賭博，通過買一下賣一下就想賺錢。你說這個能叫投資嗎？對吧？你連这玩意跟那個九陽股份有沒有關係都不知道，還來俩漲停，不知道追進的這些人到底怎麼想的？這是典型的啊，提着豬頭啊，拜錯了廟門。說到投資啊，我們再看看啊，這個1818黃金眼有個報道，有個小伙啊，花了56萬買66台蘋果用來出租，結果呢，現在不仅租金拿不到，連手機都要不回来。宁波的董先生在网上看到了投資手機出租的項目，他說之後在一個叫青雲租的平台上花了56万多元買了66台蘋果手机出租，其中大多數都是 iPhone 16 Pro Max。这到底怎麼回事呢？大家看視頻啊。最開始是從抖音上面認識到那個他們有這個推牛嘛，有這些人發視頻嘛，然後我就去點進去看了一下，然後他們就聯繫到我了。怎麼宣傳呢？他們宣傳的就是這個他們是國資參股上市企業，我們只要買了手機，委託投放到他們倉庫，他們委託他們幫我租出去，然後就是收取這個佣金。他們呢占大頭，我們占小頭。那你是怎麼覺得這個生意靠譜的，可以做的呢？因為現在不是這個租賃行業比較火嘛，很多就是租賃的，我想着這可能也是一個就是能做的風口啊。今年5月2號，董先生購買了2部蘋果16 Pro Max， 收款方是武漢青青时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寄給他，他也給我租出去了。收益呢？一台手機收益？他有4期、6期和12期。差不多4期的收益總共就400塊錢，1個月的收益就100塊錢。一部手機1個月才100塊錢？沒有，他不是說每個月就只打給你這個租金的，他是分4期，就相當於連本帶息分批次打給你，就以租代購了。對，以租代購的模式。对，董先生說，起初不論是租金到賬還是提現都很正常，自己的投入也越來越多。記者通過青雲租 APP 查詢到，董先生賬號下面一共有66部手機，型號基本都是蘋果16 Pro Max。这個總的租金是62萬多，這個是什麼？包含了手機的錢？對對對，就所有手機的錢。你自己這用的什麼手機？華為啊。你這手機多少錢？3、4千。根據平台數據統計，66台手機總的金額是56萬多，租金提現金額23萬5千多。董先生說，今年9月底平台的提現功能出現了問題，記錄顯示一直到9月28號提現顯示已完成，之後提現顯示審核中。然後公司的說法是就是資方跑路了，然後再捲走了3.6萬台手機。然後就一直哄騙我們嘛，說他們會去找這個資方，然後再入駐公司，能再把公司給盤活。但是我們後面了解到的，實際它就是一個詐騙，他其實就把我們的錢捲走了，把手機賣掉了。首先我這邊的已經配合警方調查過一輪了，對吧？我已經出來了，那我再去武漢這邊再去配合調查也好，去取證也好，還是去報案也好，對吧？我都會配合。董先生說話的是武漢青青時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邊總。董先生提供了邊總的聯繫方式，記者撥打電話、發送短信，截至發稿都沒有收到回應。之後記者撥打了青雲租官方的聯繫電話，同樣無人接聽。所以說就是希望就媒體能夠報道，能夠就是讓不要再讓更多人受騙。說實話，這哥們兒真不容易啊！自己用的是什麼手機啊？對吧？自己用的是什麼手機啊？結果他買的是 iPhone 16 Pro Max 啊，對吧？去年的這個才出的頂配的吧，居然拿去出租，這下好了。總有人認為自己啊發現了商機，對吧？總有人認為自己能隨便啊輕輕的動一動手指頭就能不勞而獲。總有人忘了自己實際上最適合出賣自己8小時的，忘了，老想着去做巴菲特，老想着做那個什麼段永平是吧？那麼投資家一大堆的，而且現在这些人也起了個壞頭啊，這些私募的大佬，這些搞投資的，天天在電視上、在媒體上在那胡咧咧，讓這些人以為投資很容易，不就是一買一賣嗎？我看他長也沒長倆腦袋，也很普通對吧？長得還挺猥瑣的，他能成功，我怎麼就不行呢？這很多這個就是錯誤的示範啊，因為這些人
人帶着光環，他們成功了，但是背後千千萬萬個倾家蕩產跳楼的人看不到，因为这些人上不了電視，你對吧？這些炒股失敗跳樓的，也到不了這些平台上，所以看到的都是這些叫幸存者偏差呀。這些人啊，大部分也都是靠運氣，瞎貓碰到死耗子賺到了錢，這還算好的啊。還有很多都是靠不法，對吧？勾結賺到錢的，這個不敢查呀，一查一屁股屎啊。然後這些人包裝，天天到處游說，對吧？到處做節目，讓這些本來頭腦就簡單的人以為投資很簡單，讓很多人以為啊這種成功啊很容易模仿，對吧？我不就是開個戶嗎？然後我把它存款拿出來再借一點，七大姑八大姨再湊一湊，然後在銀行再貸款加槓桿，然後一買到時候漲1倍，我就掙了多少，對吧？再來操作一回，對吧？一年操作3回，有個3-5年就成首富了，不就這麼想的嗎？我們看看真正的啊，人家賺錢是怎麼賺的。A 股長盛軸承高管接連減持，這個長盛軸承啊，可是機器人牛股啊，當下正火的，對吧？人形機器人、具身機器人。11月13日晚間，長盛軸承披露最新的股東減持計劃公告。公告顯示，公司實際控制人的一致行動人持股15%的股東醫療思維清還是吧？計劃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個交易日後1個月內，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減持公司股份594萬股，佔公司總股本的2%。就在不到1個月前呢，公司剛披露了另一份減持計劃，其中公司副董事長陸小林9月下旬至10月中旬，通過集中競價方式減持了147萬股，也就是一個正火的啊，長盛軸承就是機器人概念股，這個大股東、小股東、董事長、這個什麼高管，迫不及待的都在減持啊，這些人才是真正的賺錢了，因為他們那個持有成本接近於0。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